看他们俩感情真好，哪像传闻里不和呀？你看他们俩对视那眼神，这要是夫妻不和呀，全世界都没和的了。可不是嘛，现在的报社真是什么都敢说。现在要再说他们感情不和啊，我可不信了。我宣布，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琉璃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我错下去，我就是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。我得不到的，贺锦熙那个骗子凭什么得到？可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？琉璃，这样，我们一起离开不好吗？我们重新过新的生活不好吗？我是要离开，可在我离开前，必须击穿那个骗子。琉璃，你醒醒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们现在就离开，我们不管其他人，不再管其他人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放下我所有的一切，你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！不要，你等我，等我去办完这件事情。我知道。吴锡成这次肯放过我，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其实，对于跟他在一起，我已经不抱希望了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贺锦熙那个骗子骗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不要，你等我，等我去揭穿他，咱们就走，咱们一起走。你好，顾总。嘿，刘总。祝贺你股票生意大涨啊！借您的吉言，今年的股票还会大涨。好，行，来，谢谢顾总。顾总，哎，顾总，你踏得真漂亮，不愧是书香世家。真漂亮，谢谢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来，我敬你，谢谢。啊，贺总好。你好。你的妻子真漂亮，谢谢。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去那边敬一下几位元老，好吗？走。哎，西城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我觉得有点累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等我一下。啊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走。琉璃。我求求你了，琉璃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现在就走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不要，你别吓唬我！不要，你醒醒！不要！我求求你醒醒！不要！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不要！我们一起走。我一起走，不要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不要！小心啊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哎，西城，不要，你醒醒啊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你醒醒！南宫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南宫，出什么事了？被车撞了。傅博雅，西城，快叫救护车！情况呢有些特殊，一呢，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；二，监控还没有调出来。如果再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跟你联系，好吧？好，那麻烦你们了。没事，这我们应该的。没事吧？来，披上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公司的长治程序处理了。有什么消息，
他会告诉我的。别担心了，走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陪他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这条手链是不是贺锦熙的呢？南宫琉璃，你居然敢调查我！怎么撞死的不是你呢？这要是让顾西城看到，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苏妍希，妍希啊！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我就是想问问看。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很快就会回去的。我怕我再不回去，就会有人喧宾夺主了。贺锦熙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我回去之前一定会跟你联系，你也做好准备吧。这个苏元熙，不能让他再待在顾家了。那我现在这张脸该怎么回去呢？贺锦熙人还在外地，难道这条手链真的不是他的？是巧合吗？锦熙，走吧。要去哪儿啊？医院。医院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我想带你去医院看看傅博雅。好，走。走。
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？他？哦，那个没有，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不过呢，情况不是太好，他伤得很重，脑部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，可能要长时间昏迷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吗？原则上可以这么说。医生，只要能让他醒过来，钱不是问题。好吧。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还在想傅博雅的事儿？我好多了，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一时有点接受不了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这也是个意外。现在最难过的应该是南宫琉璃吧？是啊，没想到傅博雅会爱上这么一个女人。我也没有想到傅博雅会那么爱他。看来这个傅博雅对你很重要。他是我的恩人，我一直都想报答他，可是现在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对不对？而且更要珍惜身边的人，比如我。苏妍希，你千万不能动心。贺吉吉要回来了，你要离开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快休息吧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小姐，能请你喝个酒吗？这就是男人，只要长得漂亮，就没有不动心的男人。凭我现在这张脸，再加上我的手段，顾西城，你还跑得掉吗？
西城，好不好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！奶奶，没什么事儿。啊，刚才锦溪去酒吧了，我刚把她接回来。她到酒吧去了？锦溪人呢？喝了点酒，在楼上睡了。喝酒了他？那你身上这些血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您别紧张，刚才跟别人打了一架，这血是别人身上的，不是我身上的。你打了一架？怎么还打架了呢？刚才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就是啊，锦溪也是的，这么晚了，一个人跑去酒吧，这酒吧是女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吗？奶奶，你也别着急，你看，幸好今天妹夫没什么事儿，天又这么晚了，要不让他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吧。是啊，奶奶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得上楼去洗个澡了，晚安。这个贺锦溪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，奶奶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气死我了！奶奶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没想到这个顾西城这么在意苏妍希，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。不如把心思花在老太太身上，也许这样比较容易一点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傻瓜，把挽回的手为什么要跑到那种地方去？今天还好是我及时赶到，要是下次你不在我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。装聋或者左右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浇花吗？我应该可以把自己找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印象，就是她浇花的身影。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种了很多的花，我妈妈每天都会把所有的花浇一遍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一次车祸夺走了我爸爸妈妈的生命。当时我特别恨自己，我恨自己太渺小，没有能力保护我的亲人。所以我长大之后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变得强大，只有强大了，才能保护我的亲人。每当我想起我妈妈的时候，我都会浇花。也许，这就是对她怀念和祭奠的一种方式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，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傻子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你和奶奶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们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。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奶奶，你昨天晚上一定没睡好吧？你别怪我表妹，我代她向你道歉，你千万别气坏身子啊。不会的。自从锦溪嫁到我们家呀，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姑娘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可是这段时间也不知怎么了，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可能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吧。心情不好？他有什么心情不好的？喂，小薇。哎，妍希，你没事吧？昨天那事儿跟谁呀？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倒说话呀！你没事吧？喂。小薇，我突然又觉得自己有点晕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等我好一点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喂！切。奶奶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呀。我和景熙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。你跟他的关系不是特别好，为什么？景熙这个孩子从小特别爱玩。你说我一个做表姐的能不说他吗？那时间长了，他就觉得我多管闲事，和我生气呗。你管他是应该的。像酒吧那种地方，是女孩子能去的吗？那么乱。昨天晚上西城从酒吧回来，满身是血，把我给吓坏了。万一他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他死去的父母交代？哎呀，奶奶，你别动气，别动气，回头我一定说他，好不好？你告诉他，下回若是再这样，可别怪我不给他情面。是，奶奶。奶奶，我出去走走。你跟奶奶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苏妍希，我当初真是小看了你。你勾引男人有一手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谁勾引男人了？我本来是让你掩护我，没想到你跟我抢男人。怎么可能呢？当初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，但现在这个就是事实。顾西城他对你动了真心。从我进入顾家那天开始，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。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妈妈还给我？等你离开顾西城，我自然会把你妈还给你。我妈？她不是你妈妈吗？她不是我妈。从她和贺振东离婚的那天起，她就不再是我妈妈了。当初她不要我，现在想我认她，怎么可能？贺锦熙，离婚这件事你怎么能怪妈妈呢？她当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爸爸那么好赌，赌输了就喝酒，喝多了就打妈妈，那种生活让她怎么忍得下去啊？忍不下去她就离婚，就带着你一走了之，把我留给贺振东。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贺锦熙，你太自私了。那你知道这些年我跟妈妈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跟那个女人怎么过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但是现在，是你抢了我的男人，霸占了我的位置，是你欠我的。贺锦熙，如果不是因为妈妈，根本就不会站在这儿。你想要什么尽管拿回去好了，不稀罕。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，酒吧里边那几个下三滥被猛力教训了一顿，现在躺在医院里边呢。你要是觉得不过瘾，等他们出了院，我再替你教训他们一遍，怎么样？不用了，
那个酒吧谁开的呀？好像是吴东那小子吧？吴东？别人开酒吧，他也开酒吧。他那个酒吧什么人都去，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别开了，否则我对他不客气。行。哎，西城啊，小嫂子看上去不是那种喜欢去酒吧的人呢，她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他最近有些心事，问他也不说。那他现在怎么样啊？还好吗？没什么，就是喝了点酒，让他受点罪也好，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出去乱跑了。会调教。常副总，顾总在里面吗？在。顾总有朋友在里面，可能现在进去不太方便。这份企划你帮我交给顾总了，我就不进去打扰了。我想这次他应该满意了吧？常副总，您没事吧？是有些不太舒服。你跟顾总说一声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您快回去休息吧。妍希宝宝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那个男人是谁呀？长得好帅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昨天晚上怎么回去的？昨天晚上，他手下的人带我回去的呀。不过嘴倒是挺严的，问什么都不说。宝宝，小宝宝，告诉我他谁啊？谁啊？好，我老板。你老板？不过我怎么觉得他对你不太一样啊？昨天还跑到酒吧救了你呢。其实昨天的事是个巧合。本来我老板给我打电话呢，是想跟我聊点工作上的事情，结果没想到你接电话了，跟他说我俩在酒吧里出事了，所以特别巧，他就过来把我们俩给救了。是吗？反正我总觉得吧，他对你不太一样。你说你呀，你有一个那么帅、那么好的老板，你怎么就不早点介绍给我呢？要是能早点遇见就好了。你赶紧把这个材料给他送过去。好的，快去。哎，方叔，少爷，少奶奶呢？今天情况怎么样？少夫人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啊，您去忙吧。哎。你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很快就回去了，不用担心我。早点回来啊。好。奶奶，我上楼了。立成，你过来一下。啊。坐。好。怎么了，奶奶？最近这个贺锦熙啊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不行的话，你们俩就分开吧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锦熙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分开啊？你先听奶奶把话说完。我以前啊，也很喜欢这孩子，他乖巧、懂事、孝顺。可是最近我发现啊，他身上有太多的坏毛病了。现在想想看，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啊，那全都是装出来的。奶奶，怎么可能是装出来的呢？锦熙本来就是这个性格。要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
那他现在的表现，你又怎么解释呢？啊？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到酒吧喝酒，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要再这么下去，那我们顾家的形象可全都毁掉了。奶奶，这里面有些误会，等他回来，我跟他好好说说，以后就不会这样了。他要是出什么事儿啊，那也就罢了，可是他还牵连到你，让你去跟人家打架。那天晚上你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，那你说奶奶可怎么办呢？啊？好，奶奶，您就别胡思乱想了。我顾西城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这件事儿啊，全都怪奶奶，是奶奶没有给你选好这个媳妇儿。好在呀，你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，赶紧把婚离了。奶奶一定啊，给你找一个更好的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这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？就连他的表姐都说他读书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很贪玩的人。什么？这些话是苏妍希说的？是啊，要是外人说的话，我还得要思量思量呢。那是他的表姐，能说假话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这要是外人说，我还可以考虑；要是这个女人说，千万不能相信。奶奶，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人，不能相信她的话。不能相信？哪有做表姐的在外人面前说自己表妹坏话的？奶奶，您有没有发现，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之后，咱家就没太平过，而且是她来了之后，锦溪才发生的变化。那照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女人是另有所图了？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单纯，而且居然有一天她跑到我房间去了。我估计锦溪是知道这事儿了才发生的变化。还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我是顾及到锦溪的面子才没有把这事儿说出来，没想到她先挑拨你和锦溪的关系。这种女人咱家不能留，明天我就把她赶出去。季成，你先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我看这事儿啊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事儿呢就交给奶奶来办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女人。奶奶，听话，咱们再观察她2天，好吗？就2天。啊，行。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居然这么袒护这个贱人，还想把我赶出顾家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你这次算惹错人了，我不但不会走，我还会想尽一切办法留在顾家，直到夺回我想要的一切，包括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也是我的房间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顾城，你干什么？你没事了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理他了。我顾西城除了自己的老婆，不会再跟别的女人有任何关系。行了吧？你跟其他女人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锦溪，别闹了。谁跟你闹了？无聊。奶奶，你找我呀？哎，来，坐。奶奶呀，想跟你谈谈心。好啊。我呢，有点私事儿啊，想问问你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介意？奶奶，你这个话说的太见外了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有什么事儿问吧。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？奶奶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之前一直考虑学习上面的事情，所以没有交男朋友。哦，哎呀，你现在啊已经毕业了，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，要求一定很高吧？
我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人好，对我好就行了。啊，那经济方面呢？有没有考虑啊？经济方面那就更没什么要求了。奶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我呢有一个远房侄孙呢，想介绍给你。他呢现在啊在大学当老师，长得那是一表人才，人也很好。家里的条件呢，虽说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那也算是个小康人家了。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标准的书香世家。我看你们两个倒是挺般配的。奶奶，我知道你为我着想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没考虑个人问题。怎么？你是觉得我这远房侄孙配不上你是吧？不是，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奶奶介绍的人一定很优秀。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听我的。哪天呢，我安排个时间让你们俩见个面，你呀，肯定会喜欢上他的。行也得行。这个老太婆已经给我介绍男朋友了，我必须有所行动。这个计划一旦成功，你就可以离开顾家，而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顾家。即使顾西城对你还有感情，时间长了一样忘了你。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这副表情。我说你喜欢上顾西城，你还不承认。不过承不承认也不重要了，你必须要听我的，不然我怎么把妈妈还给你啊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除了选择相信我以外，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？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帮我完成计划。顾西城每个周末在家中午都会睡午觉的，这是你唯一能够接近他的机会。这就对了嘛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我就把妈妈的地址发送给你。前2天都是我不好，我让奶奶担心了。今天呢，我想请奶奶吃一顿饭，就算跟奶奶赔罪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要你们俩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好。以后啊，有什么事儿要说出来，奶奶会给你做主的啊，可不要像前一阵那样，差点惹出事情来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走吧。哎呀，糟了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我才发现我把钱包丢在家里了。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！为什么事儿呢？奶奶这有钱。那怎么行呢？今天说好的是我请奶奶吃饭，当然得我掏钱才行啊。你这孩子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回家去取去。哎，掉个头吧。
苏妍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想干什么？西城，我们都躺在一张床上了，还能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吧你！你快出去！出去！西城，你别这样！苏妍希，疯了吧你！这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！太过分了！建熙，奶奶！建熙，回头再收拾你。何建新，你等等！你等等！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一切都是苏妍希搞的鬼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你放开我，顾西城！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奶奶也在旁边，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真的不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，我也很纳闷啊。人在你床上，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顾西城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我们离婚吧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奶奶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真的是西城他自己主动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可是他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。奶奶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奶奶，苏妍希，西城，西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故意设计害我，为的就是气走简溪，你好留在这个家里。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我顾西城就算没有女人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看见你就恶心。西城，你说什么呢？奶奶，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，让她滚出我们的家，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她。老方啊，哎，给苏小姐收拾一下东西，让她离开这儿。是。师傅，玛利亚医院。好。方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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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帮我向奶奶求求情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离开这个家。苏小姐，顾家的少夫人是你的表妹，不是你。奶奶这个称呼，好像不是你可以叫的。再说了，少夫人和少爷闹了矛盾，都不愿意留在顾家，你又怎么可以留下呢？失陪了。哎，方叔，早知道这样就不该轻举妄动，现在看来，只能让苏妍希和顾西城先做个了断了。病人这2个月一直在我们医院，也没有人过来看护照顾。如果不是住院费用已经交了，我们还以为你不管他了呢。我妈妈在这里2个月了，我也搞不懂你们子女是怎么想的。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过来看看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妈，都是我不好。爸
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贺锦熙真的把你带出去看病了呢。我以后再也不相信贺锦熙了吗？城南那块地，李氏企业也有意向，出的价格不比我们的低。现在两边僵持着，暂时还拿不下来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那块地李家也掺和进来了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？你是弱智啊？听不懂我说的话？滚！我叫你滚，你都听不懂吗？滚！什么？你在我们家的附近又看见那个苏妍希了？是。他搅得西城他们两口子都要离婚了，他还嫌不够啊？如果以后再看到他在我们家附近的话，你就报警。是，我明白。老夫人，邵夫人她真的不回来了吗？这事儿啊，也怪我。当初他表姐来的时候啊，景旭的情绪就不对了。当初要是早点发现，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。您不必太自责了。不过，邵夫人离家出走之后，少爷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。不管他，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。他自己做出的事情啊，让他自己负责。如果锦溪不肯回来的话，那也是西城他自找的。哎，也不知道锦溪啊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多好的孙媳妇儿！你说，他怎么会有这么个表姐呢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。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顾西城竟敢这样侮辱我！苏妍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西城，就算你今天掐死我，我也要把话说清楚。从我的面前消失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来就是向你道歉的。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，那也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够了！贺锦熙跟你不一样，你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顾家的钱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西城，西城。
我点上西城，不是激情，不是这样的，西城。进来。欢迎。好。哟，给你妈擦脚呢。对呀，前段时间我看你总不来看你母亲，我还以为你对老人家不关心呢。现在看来你对你妈妈还挺好。前一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脱不开身，以后不会了。哦，对了，苏小姐，这个月的护理费该交了，你有时间过去交一下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啊。没事儿。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，能不死？赶紧让我对我死定了！服务员，给我酒，给我酒！哎，美女，美女，我陪你可好？先放倒我再说。上阵，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她了。你说这话有人信吗？你有可能一辈子就这一个女朋友？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这次是真的 ，It's real。大哥，一路走好。嘛呀？干嘛呀？啊？让兄弟们过来参加你的追悼会吗？是啊。啊？搞得这么阴郁干什么？来这里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 ？Happy 耶！拜托你 happy 一点 ，OK？ 是啊，顾少，你这让我们看着多难受啊！你也高兴点啊！我开心不起来，怎么了？哦，小嫂子跟你生气了。如果是生气就好了。她说她要跟我离婚。Why？ 还不是她那个表姐搞的鬼。我觉得吧，小嫂子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你。你是谁呀？顾少爷，钻石男，一个正常的女人是不会跟你提出分手啊、离婚的这些事儿的。你不了解她，她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。管她一般不一般，她就是个女人。女人生气的时候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嘛。你不要跟她计较，也不要跟她生气，等这件事情慢慢的过去，她就把离婚这茬给忘了。对呀，顾少，你看你来都来了，小嫂子今天难得也不管你，不如你今天就当做你的单身派对，让兄弟来操办。兄弟我定把你的追悼会变成一个大 party， 耶！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
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呼锦溪，锦溪，快去叫救护车！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理他。我顾西城除了自己的老婆，不会再跟别的女人有任何关系。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顾西城，Look at me， 开心一点啊，开心一点好不好？现在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管你做任何事情 ，nobody know。我很开心啊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和我的。没看出来啊？顾少现在的心已经和小嫂子紧紧地拴在一起了。对，小嫂子很好，非常好，都知道她很好。可是，梦涵，让我看看，有梦涵好看吗？小青，你小青好看吗？当然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姑娘们，姑娘们，